本身冇食開 supplement 嘅，不過見佢一日食1粒，好過食止痛藥。我哋有同事啊，直頭攞住個產品去骨科嗰邊問醫生，點解咁 work 嘅？而家成個鑊都係佳傳 UC2 嘅 super fans， 我係佳傳 UC2 關節配方嘅真實用家。做醫護絕對係勞動性工作，手腕啊、膝頭啊、腰骨啊呢啲關節位，基本上都會鋥住咁痛。有時間表連踩11日，真係痛到要帶住腰封護膝咁去返工。見有同事食佳傳 UC2 話好 work， 食咗3個月佳傳 UC2， 做嘢嗰陣關節位冇咁鋥住痛，喐起上嚟仲靈活咗好多添。我哋有同事直頭攞住個產品去骨科嗰邊問醫生，點解咁 work 嘅？呢隻 UC2 係有臨床驗證，可以促進軟骨再生。我真心推介佳傳 UC2 關節配方。